占地262公顷的高雄桥头科学园区，园区的基础建设工程就要完工了。目前嘛已经有26间的厂商登记要来遮设厂投资。等后个月园区的道路建设完工了后，园区就会当来启用了。现在已经有厂商已经建筑完成，取得使用执照，也领取工厂登记证，正在营运当中了。 透过简报，先甲大家了解桥仔头科学园区的产业类型。行政院伫108年核定桥仔头科学园区的调设计划，过当年开始施工，总面积262公顷，产业用地有164公顷。南科管理局表示，因为是采取哪建设哪招商的做法，随着道路、水电等等的公共建设陆续完工，现在嘛有26间厂商要来投资设厂。去年我们的营业额是2.2兆，那今年前8个月就已经达到1.8兆，然后比去年同期成长了40%左右。南科管理局表示，桥头园区的设厂用地，现在厂商有申请的已经占超过50%。后续公共工程的建设若对立完成，相信厂商投资的意愿会更较悬。国土署讲，园区的道路按算后个月完成，总工程的部分一定明年5月会当做好。国土署强调，中央伫咧推动科技产业的时，嘛有兼顾生态，尤其这几年南部雨水高接饮水，因要特别规划5大蓄水池。滞洪池除了兼具滞洪的功能，也有一些生态。 包括一些地景的公园的一个结合了哈。那在这一段期间里面，我们经过2年，那时候南部都遭受到台风的一些侵袭。那我们在滞洪系统里面也发挥了很大的功能。南科管理局表示，桥头园区一定会当提供11000个就业机会，今年产值估计有1800亿。 中央也投入137亿来做当地公共建设，结合周边新开发的高雄新市镇，期待会当带动当地整体发展。记者柯亚做区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